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 MTF Channel，我係 Daisy，今日繼續邀請到大家非常之熟悉嘅老 Sir 上嚟咧，我哋 channel 傾下偈啦。開始之前，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嘅 channel。嗱，又係要同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就係下個星期六啦，3月14號咧，老 Sir 又會同我哋有個 Zoom 嘅講座啦。老 Sir 今次 topic 係啲咩啊？今次係講黃金一啲嘅技術嘅分析同埋交易策略嘅，所以佢二合為一啦，同大家簡單咁去分享一下，點樣利用一啲嘅技術分析，要配合呢個交易策略嘅。係啊，最近黃金真係大上大落啊，所以冇錯，即係記得即係點樣去捉緊一個靚位咧，到時記得要踴躍報名，聽下老 Sir 點樣同大家講啦。嗱，咁啊，老 Sir 即係其實都唔止黃金嘅，我覺得即係嚟到2026年咧，其實好似好多市場咧都難操作過2025年好多，因為2025年咧即係都好好炒啦，基本上年頭買落嘅嘢咧，去到年尾收穫咧，應該好多嘢都係賺嘅。咁但係嚟到26年，因為阿 Trump 又搞咗好多嘢出嚟啦，咁啊加上而家個地緣政治局勢啦，即係變咗好多市場咧個波幅好大，亦都係突然間有啲有暴跌咁樣啦。嗱，咁樣先問下老 Sir 先，你覺得嚟到26年，而家先3月啦，咁但係你覺得點樣佈局為主咧？我諗26年而家現時第一季叫做行咗少少啦，仲有兩三個禮拜就完啦。似乎個形勢咧都係同舊年嘅基本因素都係不變嘅。特朗普繼續喺度搞震啦，譬如話，因為喺佢搞震過程當中，搞到地緣政治局勢又緊張，搞到啲貿易夥伴國對佢又不滿，所以變咗咧自不然咧，大家都繼續咧覺得有個避險成分喺度啦。咁避險成分喺度嘅話，仍然存在嘅話咧，始終對金係有着數嘅。另一邊廂，我諗睇翻嗰個嘅美金啦，個美金表現咧，亦都係大家都預期咧，有個別央行可能要嚟緊加息，唯獨是美國方面咧，就只可能有可能咧嚟緊咧喺年中嘅時候咧，會再減息，所以變咗似乎對美金咧都係一個叫不利嘅格局。但係當然整體嚟計，舊年年中到而家美金嗰個嘅上落咧，其實真係一個嘅上落市嘅啫。未至於行一個嘅大單邊。但係儘管係咁啦，我諗而家現時嗰個形勢咧，對黃金啊銀方面咧，呢一個嘅上半嚟講咧都係有利嘅。但係當然啦，而家現時打緊仗，打緊仗，我反而我就唔係擔心啲金升金有升喎，反而咧過去咧打仗咧就係開戰頭嗰幾日咧，個金啊油啊可能就會叫炒一陣上去，炒完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嘅啦。消息方面咧，都可能即係短暫令佢上升，繼續咧繼而咧都係俾一啲嘅叫做獲利回吐盤啦，喺高位咧繼續獲利回吐，繼續獲利回吐咧，繼而咧就沽翻落去。但係當然你話後市金銀回翻落去都好啦。咁就我自己覺得咧，就似乎應該去到某啲位咧，可以不妨咧就趁低吸納。咁就當然大前提就要等個美金弱翻先。如果美金繼續維持一個嘅反彈嘅趨勢嘅話咧，咁就唔好住。所以變咗整體嚟嘅，我相信今年開局咧，個情況無論你係2026好或者馬年都好啦，似乎今年嘅開局咧都係可以睇住舊年嗰個形勢嚟炒，即係睇住舊年個格局嚟炒咯。舊年嘅格局美金跌啊，金升銀升咁樣樣，所以似乎就係咁嘅情況咯。商品大致都睇好嘅。另一邊廂你見到就係話美股方面最近都係一個嘅整固階段啦。整固階段都係繼續上落市。如果想買美股嘅話咧，當然就都係不妨可以睺低買啦。因為始終都係個上落市啦，睺低買就會穩陣啲。因為佢未破位。如果以外幣方面咧，大家留意翻就係話，如果繼續都係覺得個美金都係麻麻地嘅，如果以外幣方面咧，我就強烈推薦咧就係澳洲紙啦。澳洲紙嘅勢咧喺咁多外幣裏邊當中最明確㗎啦。勢亦都係最靚啦，走勢亦都係最靚啦。升幅亦都係最多啦。喺今年嚟講，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佢就話舊年就瑞士法郎跑贏啦。因為佢有避險成分啦。今年暫時咧就係澳洲紙咧就跑贏翻瑞士法郎。因為咁多嘅貨幣當中咧，佢就叫做除咗日元之外咧，率先有加息。同埋佢嘅加息咧，似乎就唔止一次嘅。同埋商品咁樣升法咧，對澳元咧呢個商品貨幣咧都係有利嘅。
同埋整體如果你留意翻澳洲公布最近啲經濟數據咧係 OK 嘅，比起其他國家係好好多嘅。所以無論你係諗住買澳洲紙用啊成啊，咁都係要買啦。咁我炒嘅，我投資嘅，咁當然都係可以去買定澳洲紙啊，做定期又得，你話做孖展揸貨又得，甚至乎我做交叉盤嘅都得。咁所以澳洲紙其實基本上咧可以係一個可以有嘅全方位投資咯。如果你話交叉盤，有啲咩好推介啊？如果我哋要揾弱勢貨幣啦，澳洲啊強啦，咁邊啲弱勢貨幣咧？yen 係嘅其中一個選項啦，因為佢始終而家現時息口低，高市早苗都可能嚟緊會大量發債嚟去振興經濟，大量發債令到隻 yen 有機會弱勢啦，所以變咗揸澳洲紙沽 yen 呢個套息交易咧係幾唔錯嘅選擇嘅。除此之外，佢嘅近親啦，澳紐紙啦，但係紐紙咧就弱啲嘅，所以變咗如果你係揸澳洲沽紐紙咧，其實都係可以一個嘅叫做交叉盤交易，就唔係套息交易啦，就係交叉盤交易。咁但係當然首選一定就揸澳洲沽呢個嘅日元。再其次仲有啲咩選項咧？英鎊我都覺得都會有減息機會嘅，即係除咗美國有減息機會之外咧，其實英國都會。咁所以而家你揸澳洲沽英鎊咧，其實都諗得過。商品方面就留意翻啦。如果油價方面叫做我覺得炒完呢一個嘅戰爭嘅行情之後咧，過去嘅慣例油價咧都會因為戰爭嘅行情咧，都係炒一陣，然後咧一路跌。佢就同金唔同，金咧都係炒一陣然後跌，跌完咧就打底上翻。但係過去好幾次嘅戰爭行情咧，隻油咧就唔係叫做跌一陣嘅，跟住又打底上嘅原來咧佢跌親可能都好耐嘅，跌親都幾年嘅，甚至乎所以你見到就話舊年跟呢一個嘅轟炸呢一個伊朗核設施啦，油價先升後急跌啦，跌到落55蚊。你如果睇翻就話呢一個嘅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啦，油價係急升嘅，曾經係好厲害嘅。但係升完嗰陣就係嗰陣咯，跟住就無以為繼啦。跟住咧亦都跌即係場仗未打完㗎，俄烏戰爭。但係咧佢打咁耐都好咧，個油價都係跌咁耐嘅。當然曾經有反彈又再跌咯。落到55蚊亦都係再遠啲，你睇翻幾次戰爭都係嘅啦。無論你睇翻呢個91年波斯灣戰爭，定03年嗰次美軍入侵呢一個嘅伊拉克又或者係80年9月嘅兩伊戰爭。其實通通呢啲行情咧，油價係升，不過就頭一陣升嘅啫。之後咧，哇跌得好兇狠嘅。佢唔係跌一兩個禮拜，唔係跌一兩個月咧，跟住打底上，佢係跌幾年嘅可以夠膽死。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喺油方面咧，嗰個策略咧，其實都係應該後高估為主。明德開戶即送你50蚊美金，轉倉優惠高達780蚊港元。不過咧，即係老 Sir 覺得，即係今次地緣，因為成日啲人都話地緣政治係比較難估計啦，即係因為比較突然啊嘛，次次都發生得。咁但係你覺得今次呢個美伊呢個局勢咧，係會可能好快就 settle 好啊，定係有機會好似俄烏咁拉鋸好耐咧？又會？冇可能，因為特朗普唔係傻嘅，佢好醒嘅。佢唔會咁笨同你打咁耐嘅。因為俄烏戰爭個性質同今次呢一個嘅美國同伊朗嘅性質唔同。即係美國當然佢想打贏啦，贏意就係乜嘢咧？喺軍事上係贏硬㗎啦。但係能唔能夠可以推翻到佢嘅政權咧？如果佢推翻唔到個政權，當佢輸咧，所以其實喺特朗普同埋以色列嚟計咧，推翻到嘅咪推翻到咯，推翻唔到打完4個禮拜推翻唔到咪下鋪再嚟過咯。因為佢明白，如果打持久戰嚟計咧，對金融市場好，對美國國力都好咧，都係不利嘅。所以特朗普我好相信佢咧，無論佢今次推翻到定推翻唔到伊朗嘅政權，就算伊凡就出埋地面部隊啦，可能真係能夠結束到佢嘅政權又好，結束唔到都好咧。其實我覺得唔會持久戰應該就好快脆會結束個場仗。正如特朗普話齋，俾盡佢都係4-5個禮拜，但係我覺得應該唔會咁耐嘅睇睇今個禮拜6日啦。特朗普好中意就禮拜6日行動啦，下一個嘅大行動會唔會就係禮拜6日出地面部隊咧？呢個就絕對唔出奇啦。出得地面部隊嘅話咧，當然亦都唔可能1-2日就解決㗎啦。出得地面部隊嘅話咧，由呢一個嘅波斯灣搶灘登陸又好，或者由伊拉克嗰邊陸路進攻過去仲用坦克車長驅直進陸軍進攻過去，定係波斯灣嗰邊海軍陸戰隊登陸搶灘上去都好啦。所以咧，我儘管我覺得美軍點順利都好啦，嗰戰就我覺得一定冇可能嘅。所以
覺得場仗咧，咁啊一旦有啲咩聲音就話哎呀唔打啦結束啦，又或者戲劇性地伊朗原來自己都投降啦，點解咧？佢自己有啲即係叫做我哋叫內鬼，真係啦聯合啲民眾推翻到個政權啦，咁啊甚至乎都即係個局勢可以急劇變化嘅，咁所以無論點都好咧，我哋一定有一手準備咧，唔係兩個一手準備就係咩咧？個局勢突然間緩和嘅話咧，咁啊可能反而咧就未必係對個油金有利啊，就算係有利都好啦，可能都要炒一陣。咁但係更何況，如果一旦消息出嚟話俾大家知，咦唔打咯喎，和解咯喎，伊朗嘅現政權願意交還個政權出嚟去民選喎咁嘅話咧，咁啊對油價金價方面咧都係一個幾大嘅負面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喺呢段時間消息滿天飛下咧，咁啊奉勸投資者咧要密切留意住一啲嘅國際新聞嘅消息啦，要快靚正啦，但係唔好信啲流㗎啦。當然就係咁就另一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就係話嗰啲嘅除咗局勢變化之外咧，咁啊留意住就嗰啲嘅行情分析啊、走勢分析嗰啲啦、圖表分析嗰啲啦，咁所以呢一啲咧都有一啲幫助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而家現階段嚟計咧，投資者咧一定要好小心行事。咁啊，尤其是嗰啲嘅油價方面咧，出面通街唱到就話咩100啊、120啊、150啊，咁啊200都有人講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呢一度我自己覺得咧，奉勸大家咧要好小心。回完呢一陣之後打底上咧，機會唔大，除非你話喂呢頭回完點解打底上啊？哇仲爆升喎！原來消息傳出俄羅斯呢一個嘅幫拖，咁啊派出軍隊去幫助伊朗，咁啊梗係唔同咁講啦。如果咁火爆定845㗎啦已經，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基於而家現時我哋一啲嘅比較理性一啲嘅探討嘅話咧，咁啊現階段嚟計咧，伊朗咧即係都捱唔得幾耐㗎啦。就算佢真係好頑強捱得好耐喎，但係美國唔會同你咩嘅，即係呢一下佢推唔到嘅，好壞㗎，係咪先？唔似話俄烏嗰個戰爭，俄羅斯就係許勝不許敗嘅，因為一旦俄羅斯嗰邊失敗嘅，分分鐘佢連即係呢一個嘅總統嘅寶座都不保。我唔打伊朗，跟住佢推翻唔會㗎嘛。所以個性質係唔同，所以變咗特朗普真係喺某程度嚟計咧，佢可打可唔打。但係我判斷唔到佢究竟會打幾多禮拜。但係我唯一判斷到就係咩咧？就係佢99%。咁但係你覺得咧，即係佢今次唔會打持久戰啫。但係你覺唔覺得阿 Trump 而家好似越嚟越 over 咧？因為佢譬如好似話咩佢即係佢覺得佢幫咗伊朗好似。即係令到多啲就業職位添，即係佢竟然會咁樣講嘢添。你覺得佢而家好似無論係言論啦，定係佢嘅行為都越嚟越 over？你睇下你點角度點睇啦？如果你係反對佢嘅人士咧，就當然佢做乜講乜你都係唔啱㗎啦。即係你見得到好多批評聲音就係咩咧？佢之前佢唔打做靠客嘅啫。唔會喐㗎，絕對唔敢喐㗎。咁但係佢打啦，又話好打又唔啱，唔打又唔啱。你企喺伊朗人民嗰個角，伊朗人歡迎嘅。翻咁多次中東戰爭，即係以色列同一啲嘅中東國家開戰，以色列同伊朗，哇！其他約旦啊、敍利亞嗰啲即刻出，哇！喺打輸啊，哇！我哋都以色列啲國家，我石油咁運。過去嚟計咧，呢啲中東國家咧都幾團結嚟對付以色列嘅。咁但係你見到今次咧，伊朗係冇人幫嘅。點解咧？因為佢經常喺中東地區搞好多恐怖襲擊，好多恐怖主義喺國內裏邊嚟計，哇！戴埋一條頭巾嗰個女仔即刻亂棍搏死所以變咗佢即係基本上咧，佢啲惡行咧已經無論令到國內同國外咧，成個中東地區咧都實力過打你先，但係咁土耳其都個大佬，我哋大家都要照病咁沙特阿拉伯都照打佢哋，咁所以而家搞到咧中東好多嘅即係嗰啲唔係盟國，好多國家咧而家嚟聯合起嚟密謀咧，佢哋都出兵去幫美國幫美國拖搞咁多恐怖襲擊、恐怖扶植嗰啲恐怖組織咩又真主黨嗰啲恐怖組織又哈馬斯又也門胡塞武裝嗰啲嘅恐怖分子呢啲全部恐怖襲擊嘅，全部發動成日就最中意就搞沙特阿拉伯。點解佢哋要搞咧？因為佢哋希望就話推翻當地中東其他國家嗰啲皇權。OK 好似當年推翻巴列維咁咯。不如推翻要扶植翻啲類似伊斯蘭革命衛隊嗰種思想嘅。咁所以變咗咧，中東幾廿年以嚟咧，其他嗰啲國家咧，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忍咗好耐可以話。所以你好清楚睇到咧，中東地區、伊朗地區啲人民，當地啲人民，無論中東地區嗰啲嘅政權又好、人民都好啦，全部拍爛手掌嘅。OK， 只不過我哋香港嘅媒體咧就冇乜報道呢啲畫面，但係如果你睇翻外國嘅媒體睇到，哇！伊朗嗰啲國內嗰啲人喺度慶祝嘅，甚至乎有啲影片流出嚟就係咩咧？嗰啲伊朗民眾係追打嗰啲咧支持嗰個哈梅內伊嗰啲人嘅。OK， 即係當哈梅內伊被炸死啦，哇！跟住咧就好多啲出人咧出嚟唔係示威喎，出嚟慶祝喎。示威係有得極少數，但係慶祝係多嘅。
OK，係追打嗰啲嘅親政府嘅人嘅。咁呢啲畫面其實我哋香港人係好難睇到，但係外國咧就經常有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今次中東或者以美國嚟嘅咧，或者以色列嚟嘅咧，佢拿捏嘅時機係最好嘅，趁佢而家個貨幣暴跌，咁啊變咗廢紙，跟住而家佢哋又內亂，咁啊內亂呢段時間就殺咗幾萬人，咁啊而家有時咧啲民怨去到爆燈，喺民怨最爆燈嘅時候，喺啲鄰國最忍無可忍嘅時候，佢出兵咧，其實基本上咧係得到晒嗰班幫嘅咧，就係我話一定要理性去睇翻，我話絕對嘅係嘛？特朗普嚟緊下一步會點做？伊朗下一步點做？從而咧就去判斷個形勢。不過咧，唯一我覺得總括嚟計，最俾我有個信心，個行情最 firm 咧，就係個油價下跌嗰呢一個咧，其實基本上後市咧就唔係伊朗同美國比，伊朗同以色列比，咁而家仲係以色列同伊朗聯軍去打，根本冇得打。好啦，冇得打，咁結局即係點咧？結局就係話伊朗嘅現政權好有大機會倒台。OK 會出現一個嘅親西方或者民主一個政制，繼而咧伊朗咧嗰邊咧嗰個原油供應咧可以被解除制裁。好啦，伊朗被解除制裁，同而家呢一個嘅委內瑞拉一樣啦。原來佢哋嘅原油可以源源不絕供應翻出嚟嘅話咧，而家現時基本上佢哋被制裁下咧，原油市場咧其實基本上都供過於求。好啦，如果再加埋呢兩支生力軍，再供應埋原油出嚟嘅話咧，哇，原油嗰個供應咧就非常之充足啦。油價咧嗰個後市咧嗰個壓力咧呢個咧大家係不容忽視。而家初步叫做55蚊係個鐵底啊，咁但係如果達55蚊失手嘅話咧，下邊50蚊定40蚊真係負油價呢個就冇可能噶啦。你話會唔會跌翻20零30蚊呢個真係唔知。所以變咗我咧而家成個金融市場裏邊當中咧，咁就我覺得嘅油價後市下跌嗰個我嘅信心度係最夠。係，我覺得今年可能買咗，可能擺大上大落之下，即係變咗，因為啲新聞有好多都係好突然，跟住之後又消化得好快，咁所以今年係咪好多策略轉身快？隨住個形勢時機嘅轉變啦，即係舉例啦，突然間佢宣布唔減息喎，同埋話俾大家知美國息口見底啦，冇得再減。所以大家如果你見翻就係話，見翻呢幾日個美匯反彈得咁勁咧，真係因為油價急升，導致市場炒咩咧？炒美國唔減息。哇！炒美國唔減息，個美匯可以咁強嘅，你可以留意翻。但係炒咗喎，唔係堅嘅喎。咁但係如果真係美國真係去到某個時間，喐實話俾大家知，減息時間已經到咗啦，過咗啦，減夠啦。我哋唔會再減息㗎啦。雖然佢未必話會加息，但係一話唔再減息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美元就會轉勢，金銀嗰啲亦都可能會短期會大幅受壓啦。非美貨幣嗰邊受壓，咁所以變咗亦都咪托呢時你講得啱，提醒翻啲聽眾就係話，一旦有呢個突發消息出現咗嘅話咧，贏有㗎啦。唔係喎，淡友就變好友㗎咯喎。咁所以就要睇翻個形勢，睇下嗰個形勢咧係你做緊嗰個產品當中咧有冇受到影響。係，不過咧，即係啱啱老 Sir 都喺唔同市場都有分析咗啲啦。咁不過我記得呢幾年咧，即係有1-2年咧，老 Sir 就係大好友啦。跟住有啲情況咧，即係老 Sir 就係淡友啦。咁但係如果今年你睇金，你會唔會有個好明確嘅方向？定係可能就好似我哋頭先咁講，係要轉身快咧？因為嗱，其實我覺得而家市場對金嘅聲音都好多好唔同嘅，即係有啲就覺得繼續睇直逼1萬，有啲就覺得唔係喎，即係似係出咗個雙頂添。咁但係老 Sir 你自己睇金市又有冇暫時嚟講有冇一個比較明確嘅後市方向咧？暫時都可以睇好先嘅，暫時你話如果睇翻金市暫時睇好嘅可以，但係真係要步步為營咯。絕對唔能夠話一嘢就講到個未來咩？咁當然反而你話你問我10年後個金價，咁當然反而呢個就容易答喎。多數都係升㗎啦。因為始終你金美股呢啲嘅資產咧就係真係長升長有嘅。所以現時呢個形勢咧，就個金銀都好啦，個勢頭咧短，即係唔好話今年先，上半年咧我覺得 OK 嘅。咁點解要計上半年咧？就要睇6月喐實呢個新聯儲上台啦，佢發表嘅一啲嘅議會聲明，佢嘅主張係點啦？如果佢嘅主張都係話俾大家知，我都好獨立㗎，大家放心我唔會受特朗普控制㗎。雖然佢委任我你唔信我咪話俾大家聽咯。你唔信我而家話俾大家聽，息口見底。特朗普要我減，我唔減。咁你話同人獨立啊？一咁樣俾人講到好獨立喎，哇！息口見底咯，美金一定好強所以變咗我哋暫時睇住6月先。唔係喎，喐實上台之後咧，減完息之後咧，仲要話俾大家知，嚟緊陸續有嚟咁繼續可以睇好金咯。
所以變咗我哋一定要留意翻嗰個嘅形勢咁樣發展落去係點。咁啊，而家特朗普搞完委內瑞拉，搞完伊朗，究竟係咪真係收手咧？成個所謂地緣政治、所謂嘅避險係咪告一段落咧？定係還是嚟到下一個係格陵蘭咧？啊，咁啊真係唔知。咁所以變咗大家要留意翻就係話，究竟佢老哥哇喺咁啊嗰啲嘅兵法啊，咁啊呢頭又減呢個又減，有陣時佢又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都有陣時都真係估唔到邊個係真邊個係假。咁但係點都好啦，咁啊你要留意翻就係話，因為始終下半年咧有中期選舉。啊！佢會唔會再搞咁多嘢咧？咁而去迎接呢個中期選舉咧，又未必會喎，因為佢搞到立亂嘅市況嘅話咧，咁啊似乎對中期選舉不利嘅。咁所以下半年咧好乖仔啦，貿易戰冇啦，唔收關稅，搞邊啲國家打邊啲國家冇啊！外交我要和平，我要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即係當我講笑舉例啦。咁所以如果佢180度個態度改變嘅話咧，哇天下太平啊！咦，話美金轉強啊！咁隻金仲要睇好，咁我哋不妨就要留意翻就話，咁會唔會短期受壓？咁啊，然後跌落金嘅調整完之後啦，先至打咧又再重拾翻個牛市咧。咁所以變咗呢一啲咧都係要咩？所以而家貿然我就講到即係金由而家升到年尾咧，我覺得就會有啲草率嚇。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咧負責任嚟計咧，都會奉勸大家就係話睇住個形勢變化，因為每一個形勢嘅變化咧係有機會成個行情會逆轉。係啊，所以即係我覺得老 Sir 今年俾大家嘅建議就係啱啱嗰4個字啦，步步為營啊！即係嗰個交易策略真係要隨住唔同嘅消息去轉變，咁大家今年就小心啲去投資啦嚇。咁今日多謝老 Sir 又幫我哋做咗詳盡市況分析，咁啊大家記得咧踴躍報名咧老 Sir 3月14號嘅 Zoom 講座啦，同埋都係嗰個有咩問題歡迎下邊留言俾我哋啦。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好，拜拜。